说起柿子，就让人想起新竹客家庄。吕秋月把在地柿子叶片干燥后加以利用，成功开发出柿叶蛋。现在大家都强调吃在地，食当令。在这边制作的柿叶蛋，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柿子叶跟椴木香菇跟一些酱油、盐巴去调味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保留柿叶的香气，除去叶子的苦味。经过不断尝试，终于做出浓郁中带着清香的柿叶蛋。那经过一热一冷，那我们再回锅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味道就更有层次了。柿叶蛋呢，它也非常适合早餐，那只要稍微的加热就可以吃了。那微罐小长后生，那在这边非常推荐给大家。吕秋月创意不断，运用爸爸种的洛神花，去籽洗净，以冰糖水腌制，就成了蜜制洛神。口感酸甜香脆，让茶点在美味之余也更加健康。不管是那个冰镇的也好，或者是作为那个冷冻的也好，那试了有很多方法。那之后呢，我想也还是一样，就是说用一个最简易也最安全的一个保存方法，可以做成这个蜜制洛神。请来好友陈和志挑战创意咖啡，屏东咖啡豆、古坑油切果，加上在地的洛神花，口感层次分明又出奇协调。先喝起来是咖啡的口感，那慢慢呢，这个酸的层次也会从口中里面散发出来，那三者合而为一所以是非常特殊的。以在地客庄食材不断尝试新做法，吕秋月打造一种吃得出客家味道的新风味。上课喽！愛乾燒真好食，愛乾燒真好食，愛乾燒真好食。